伫花莲的寿丰有一只较小型的飞行机，唔知影啥物原因是紧急降落伫个花莲溪的河床顶头。警消人员来到现场了后，发现这飞行机顶2个人是拢无受伤，也毋过这降落的原因还阁需要调查。消防救援人员甲警方早起接到报案，有一只轻航机迫降伫个寿丰乡花莲溪坡顶悬。毋过到现场了后，一直看无轻航机，最后透过机场人员甲驾驶联络，才知地点。在这个我们月眉大桥跟米站大桥的中间，前往步行的这个路程啊，大约要有20分钟。那沿路上是车辆没有办法行进，都必须要走这个河床上。迫降的轻航机倒轮出去，其他机件无损伤。机顶有2个人，一个是姓高的驾驶，一个姓陈的女乘客，2人拢无受伤。业者表示是发动机故障才会迫降。今天并不是飞机掉下去，而是发动机熄火啊，造成飞机驾驶员利用他的经验把飞机操纵好，拖站在河床上，所以人员都没受伤。因为今日早起当地天气是阴天，加上东北季风是毋是适合起飞，也有驾驶是毋是有合格证照这问题，警方拢会调查清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